Hello，大家好，又係我高 B 哥啊，係時間提醒大家飲水啦，增添智慧，增添水分，智慧如水啊！好啦，同大家講下畫面上面呢個話題，佢講真㗎，佢唔係真係玩下玩下㗎。邊個佢啊？梗係特朗普啊！嗱，逢係咧喺人哋講緊嘢嘅時候咧，出其不意咁樣突然間攝一句入去嘅時候咧，呢句説話係佢精心設計，同埋咧係佢出心咁樣講，佢真係有心咧，佢要吞併咧呢個咧加拿大㗎。咁啊呢件事咧，佢已經唔係講緊一次，講咗好多次㗎啦嚇。而呢件事咧延續落去咧係好大件事啊，影響整個世界嘅格局，好大件事㗎。咁啊，高 B 哥今日咧同大家分享下一個新嘅名詞，叫做咧新吞併主義。OK， 新吞併主義。咁啊，點解咁樣講呢？嗱，其實咧，大家成日以為咧行到嚟2025年啦，都係好現代嘅時候嚟啦。我哋細個讀書嗰啲咩打仗啊，又或者點樣逼人哋割地嘅嗰啲成咧，好似距離我哋好遠咁啊！實際上咧，美西方咧係冇變過㗎。OK， 大家都真係唔好咁天真啊！呢啲咁嘅事情咧，歷史咧不斷咁循環㗎，只係話咧用咧唔同嘅形式啊、唔同嘅方式嚟到呈現咁解嘅啫。美西方咧到今日為止咧，都係咧仲係咧靠咧吞併啦、殖民啦、搶劫啦嚟到咧繼續過活㗎。咁所以咧而家眼見一個咧眼前最好嘅例子啊，高 B 哥今日咧嘗試下攤開同大家講。嗱，當然啦，裏邊冇100%準確，亦都咧唔會咧係同一時間出現。喂，如果我講到咁準，個時間性都係咁誇張準成咁嘅話咧，你咧都要咧即係小心留意下。我啊仲叻過咧美國嘅特朗普總統㗎，係咪？咁但係咧裏邊咧係一啲玄機啊，咁一啲奇妙嘅諗法啊、思維嘅模式啊、操作嘅手法啊，呢啲咧大家咧都可以咧係攞嚟參考下嘅。喺當地嘅時間10月7號啊，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就同加拿大總理卡尼咧喺呢個白宮嗰度會晤㗎。咁啊，白宮嘅橢圓形辦公室裏邊嘅空氣咧係咧突然之間咧凝固咗㗎。點解呢？因為一場咧本來應該係圍繞住貿易同埋關稅嘅嚴肅會談啊，硬係咧俾呢個美國嘅總統特朗普咧即興發揮咁樣咧，掉出咧簡直咧係一句咧荒唐嘅説話，係令到咧成件事咧好尷尬㗎。嗱，當呢個咧加拿大總理嘅卡尼啊喺發言嘅時候，突然之間咧俾特朗普咧係隨口咁樣打斷佢，跟住就話加拿大同美國合併啊咁樣話。呢一刻咧，卡尼嘅面上面咧係閃過咧，唔係一個係尷尬，而係一種咧深植於歷史記憶之中嘅一個警惕嚟㗎。唔係咁樣，係咪？嗱，呢句説話咧，睇嚟咧好似好隨意咁樣插口落去，實際上咧等同一把鎖匙嘅一樣，係打開咗咧美加關係之中最敏感嗰道門㗎。嗱，加拿大呢個真係咪真係會俾美國吞併定係合併呢？呢個咧真係咧，大家咧要有心去慢慢研究一下。首先講嘅特朗普講嘅合併呢個言論咧，絕非係一時興起㗎。嗱，首先咧翻開嘅歷史嘅一個咧檔案嚟睇下，你就會發現啊，呢個啊其實已經係佢由就任以嚟咧到目前為止啊第七次啊嚇。OK， 喺呢個公開場合嗰度咧提及咧關於呢種類似嘅概念㗎啦。嗱，從我哋咧應該咧買咗加拿大落嚟，去到咧喺個經濟上面完全融合，再到而家直白咁樣講咧，我哋要合併。呢啲嘅言論咧嘅升級曲線背後咧係一種咧經過計算嘅試探嚟㗎。卡尼嗰句我冇諗咁多喎咁樣話，堪稱咧係現代外交史上面一個經典嘅一瞬間嚟㗎。嗱，佢既非係咧直接咁樣去反駁佢呢件事，亦都咧唔係咧默許又或者認同㗎，而係用一種咧近乎咧係隱隱嘅一個克制啊，嚟到咧維係住咧兩國嘅關係一個表面睇嚟嘅平靜嘅。嗱，呢種嘅克制個代價係咩咧？嗱，喺呢個1812年啊，美軍咧就燒毀咗咧多倫多嘅約克要塞，而1844年咧，美國總統候選人啊，以54度40分或戰爭作為口號啊，去威脅咧，話要吞併加拿大嘅西部㗎。仲有啦，1911年啊，
美加自由貿易協定因為咧擔憂被吞併而流產㗎。歷史嘅傷痕咧，從來咧都冇真正愈合過㗎。好啦，表面上嚟睇美國、加拿大咧擁有住世界上最長嘅和平邊界，但係實質上加拿大已經係陷入咗一種咧經濟上嘅被合併嘅一個進程㗎啦。OK， 係一個經濟上面嘅被合併嘅一個進程嘅。美國嘅資本其實咧已經係控制住加拿大35% 嘅礦產資源、42% 嘅製造業，同埋咧近一半嘅能源產業㗎。好啦，更加觸目驚心嘅係咩呢？就係加拿大前10名嘅上市公司之中有7間咧，佢哋嘅最大股東都係美國嘅華爾街巨頭嚟㗎。呢啲咁嘅收割咧，中國咧都係必須要警惕下。OK， 好啦，呢種嘅資本層面上面嘅深度綁定使到咧經濟主權喺呢個加拿大裏邊早已經成為一種咧模糊嘅概念嚟㗎啦。究竟係加拿大話事定係咧最大股東美國人話事咧？係咪？呢個咧真係要諗清楚㗎。好啦，特朗普所講嘅通過經濟力量嚟到咧係實現合併，實際上已經喺度發生緊㗎啦。當美國打個乞嗤啫嘛，加拿大咧真係會感冒㗎。2018年呢個咧同埋鋁嘅一個關稅戰，導致到加拿大嘅 GDP 咧係直接下降咗0.5% 㗎。2020年嗰個口罩出口嘅禁令，亦都咧係令到呢個咧自詡為咧發達國家嘅鄰居陷入一種咧叫醫療物資短缺嘅一個咧困境嘅。卡尼咧嘅政府面對嘅係咩咧？面臨住嘅係咩咧？就係所有一啲中等強國佢哋嘅喺強權身邊嘅一種共同嘅困境。呢個好重要中等強國咁肯定唔止加拿大。其實而家英國都係中等強國嚟嘅，只係講係咪？有好多嘅歐洲國家本來都只係一個咧中等嘅國家嚟嘅啫。好啦，咁喺安全領域方面北美防空司令部一路咧用呢個唔係美國司令部唔係美國防空司令部係用北美防空司令部嘅。佢哋咧一路咧都喺呢個咧保護傘之下噶。而美軍對於加拿大嘅領空咧係實際咁樣控制咗噶啦。而去到咧貿易領域方面呢個美墨加嘅一個協定咧，中間亦都暗藏咗玄機㗎。因為咧呢個咧係限制咗墨西哥啦同埋加拿大咧係自主咁樣同其他國家簽訂咧任何嘅貿易協議嘅一個權利㗎。OK 呢個美墨加嘅協議咧嗰陣時咧都唔知點樣可以定到出嚟嘅，唔可以咧因應佢哋自己國家嘅情況咧，同其他美國以外嘅國家去簽訂一啲咧就係即係自主嘅貿易協議，真神奇啊！另外啦，去到咧喺能源領域方面，美國咧幾乎係壟斷咗加拿大石油嘅出口市場㗎，令到佢呢個嘅議價能力咧係持續咁樣係萎縮嘅噃。呢一次長達2個半小時嘅一個會談，卡尼嘅團隊咧原本就希望可以就關於咧貿易啦同埋咧關稅嘅問題達成咧共識㗎，為新嘅經濟安全協議咧去鋪路嘅。但係特朗普呢個嘅合併嘅所謂開玩笑好似一盆冷水咁樣咧，係淋醒咗所有人㗎。喺呢個咧實力唔對等嘅博弈之下，規則永遠都係由強者咧嚟到書寫㗎。特朗普嘅言論係代表咗一種咧正喺度抬頭緊嘅新吞併主義㗎。佢唔再需要咧依賴傳統嘅軍事征服，而係通過咧經濟嘅控制啦、能源嘅依賴啦、規則嘅綁定等等呢啲現代嘅手段，實現事實上咁樣嘅勢力範圍係擴張㗎。呢個咧成日都講嘅事實上de facto， 咁咧就話係表面上咧嗰個主權係你嘅，表面上咧你咧係自己一個國家，但係事實上咧有好多嘢咧根本係俾人哋控制咗㗎。人哋咧即戚下條眉啫，你嗰邊咧就手痛㗎啦。人哋打個乞嗤咧，你感冒，到人哋如果真係跌親嘅話，你咧就難聽啲講撲街㗎啦。好啦，呢種嘅趨勢嘅可怕之處咧係在於咩在於咧佢個合法性嘅一個外衣包裝咗咧個合法性㗎。
嗱，當資本自由咁流動，成為吞併嘅工具嘅時候啊，當呢個貿易協定變成咗咧係束縛嘅一個咧鎖鏈嘅話，當呢個咧盟友嘅關係實質上變成咗主權嘅讓渡嘅話，國際秩序嘅基礎咧，正係喺度咧俾人咧悄然咁樣係侵蝕㗎。加拿大啊，今日嘅一個處境可以講得咧係可能啊係好多國家明日嘅縮影嚟㗎。而喺大國嘅競爭嘅夾縫之中咧，中等強度嘅國家，即係中等強國啦嚇，佢哋嘅自主空間咧，正喺呢度咧壓縮緊㗎。嗱，歐盟又好，同埋美國都好啦，佢哋咧而家有呢個咧數字稅嘅一個爭端，但係咧澳洲同埋中國嘅摩擦貿易摩擦嘅背後咧，都係閃匿住咧同樣咁樣嘅陰影㗎噃。嗱，加拿大嘅困境在於係咩呢？就係佢完全咧倒向咗美國，呢個咧意味住佢哋嘅主權咧係持續咁樣咧係流失緊㗎。咁尋求咧多元化啦，又面對呢個咧面臨住一個咧地緣現實嘅一個制約㗎。呢個咧就係加拿大而家實際嘅困境啦。嗱，佢另外咧亦都有同咧中國咧發展貿易但係亦都遭遇到美國咧去阻撓佢㗎噃。佢同呢個歐盟咧諗住簽訂呢個協定嘅效果咧，亦都俾美國咧係咧就係滲透咗㗎，所以咧效果係有限㗎。而呢種嘅困局正正就係全球嘅中等國家生存嘅現狀嘅一個縮影嚟㗎。而特朗普點解咧咁執着於咧去吞併加拿大咧？嗱，呢個咧係同佢嘅政治口號讓美國再次偉大係有密切嘅相關㗎。首先呢，我哋睇翻經濟方面，喺經濟利益嘅驅動之下，特朗普認為美國喺度咧同呢個加拿大嘅貿易之中咧，真係咧係蝕底咗㗎，吃虧所謂。佢成日都講㗎佢真係蝕底咗。而且講到咧就話咧，美國每年其實咧係補貼緊加拿大咧2000億美元㗎。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因為加拿大咧好多個出口所有嘅嘢咧，其實咧就係俾美國同佢買嘅。佢跟住咧就喺美國嗰度賺咗呢啲錢，所以咧特朗普咧就用呢個角度嚟睇，就我哋俾錢加拿大人賺，我哋做咩俾錢佢賺？如果吞併咗佢咧，呢嚿錢咧其實左手同埋右手嚟嘅啫，成個國家喺裏邊嘅。不過咧嗱，佢呢度講得唔清唔楚㗎，佢繼續仲有啲資訊嘅。不過我喺度咧講翻我之前講過先啦。因為咧，其實咧呢個係一個會計問題嚟㗎，喺本 book 上邊將整條數做大咗佢，咁跟住咧就睇落咧就變咗美國嗰個國債咧就問題冇咁大，所以咧就可以咧比起呢個美元嘅貶值又或者咧俾嗰啲咩評級公司咩穆迪標準普爾嗰成咧睇落咧就冇咁再難睇。而家咧實際咧美國咧就係即係自己呢個國家。已經可以講得咧係威脅咗咧呢啲咧全球評級嘅機構㗎啦。如果你而家穆迪標準普爾呢啲咁嘅公司咧係公道嘅話咧，美國根本就唔應該攞到而家呢一個嘅評級㗎，應該係比而家呢個咧差好多好多先係。咁所以咧已經係打擊緊咧佢哋嗰個公信力嗰個威信㗎啦。但係咧世界裏邊暫時未有其他一個公司咧可以出嚟咧要挾到佢哋，威脅到佢哋㗎。咁所以咧，迫於無奈又係講嗰句就係，咁你冇其他公司，唯有信住佢先咯咁。但係實際上咧，已經係扭曲晒所有嘢㗎啦，陰公。好啦，頭先講咗啦，就話咧佢咧要咧每年咧補貼呢個加拿大2000億美元咁滯㗎。嗱，佢提出就話，如果加拿大咧能夠成為咧美國嘅一部分嘅話，呢一種嘅唔公平嘅貿易關係咧，就會將佢咧得到咧係糾正㗎。另外啦。再計嘅當然就係政治嘅算計啦，仲有咧係咧選民嘅動員㗎。比如話加拿大咧想呢個特朗普咧想吞併加拿大呢個言論咧，喺美國嘅國內裏邊咧係有一定嘅市場㗎噃。嗱，部分嘅美國嘅選民咧就認為加拿大嘅資源同埋佢哋嘅市場對於美國嚟講咧係具有咧重要嘅戰略價值㗎。而通過發表呢一類嘅言論，特朗普咧可以強化佢喺度一路咧為美國優先美國作為優先嘅一個咁樣嘅形象，而迎合佢美國國內嗰個民族主義嘅情緒同埋嗰班 MAGA 派咧嘅胃口㗎。好啦，距離2026年中期選舉咧日益就臨近㗎啦。
咁啊，重提啊呢個爭議性比較大嘅領土擴張主義咧嘅議題啦既係對呢班極右翼嘅選民一個致命嘅誘惑，亦都係轉移國內矛盾嘅經典套路嚟㗎。嗱，畢竟喺呢個民族主義sorry 係民粹主義先啦嘛。畢竟呢個民粹主義泛濫嘅美國俾呢個國旗再帶粒星啫嘛，永遠都係一個最廉價嘅競選承諾嚟㗎。嗱，最後係對加拿大嘅一個戰略嘅施壓嘅。咁特朗普可能係諗住試圖通過吞併呢種嘅言論，而喺呢個貿易談判之中對加拿大施加一個極大嘅心理壓力，迫使到加拿大喺呢個關稅面前，又或者喺呢個資源出口等等呢啲問題上面都會對美國作出讓步㗎。嗱，好啦，面對住特朗普嘅一再挑釁加拿大方面呢個態度係堅決㗎。卡尼喺呢個10月7號嘅會晤之中，明確咁樣表示話加拿大永遠都係非賣品嚟㗎。OK， 咁非賣品即係唔賣啦，唔賣咪夾你翻嚟咯。好啦，前總理杜魯多亦都曾經強調過，佢就話美國吞併呢個加拿大嘅事永遠都唔會發生㗎。而加拿大嘅民眾佢哋個個都表現出強烈嘅民族自豪感。超過28萬名呢個加拿大人請願要求係取消美國企業家馬斯克佢嗰個國籍㗎。咁以抗議美國呢個嘅霸權主義傾向。特朗普呢個吞併嘅言論唔單止引發咗加拿大嘅強烈反應，亦都引起咗國際社會嘅廣泛關注㗎。歐洲嘅盟友對於特朗普嘅呢個擴張主義嘅傾向係表示擔憂㗎，認為呢個可能係會破壞國際秩序同埋穩定㗎。墨西哥仲有巴拿馬等等呢啲拉美國家，亦都係提高晒警惕㗎啦。指就話喂，擔心會成為美國下一個吞併嘅目標喎。聯合國同埋多國政府都強調，就話尊重國家主權同埋領土完整係國際關係裏邊嘅基本準則嚟㗎。任何嘅試圖通過武力，又或者經濟嘅脅迫，或者迫使人哋咁樣改變佢哋嘅國家嘅領土嘅現狀嘅行為，都係唔能夠接受㗎。特朗普再次暗示話要吞併加拿大，睇似係一場政治嘅一個鬧劇。實質係反映咗咩呢？就係一個根深蒂固嘅霸權主義思維㗎。呢種嘅言論唔單止係嚴重咁樣損害咗美同埋加兩國嘅友好關係，亦都對國際嘅秩序構成一個威脅㗎。加拿大嘅總理卡尼佢個機智回應展現咗加拿大喺維護國家主權同埋獨立嘅堅決決心㗎。國際嘅社會亦都應該對呢類嘅言論保持住高度嘅警惕，共同咁樣捍衛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嘅國際關係準則㗎。正如卡尼所講，喂，加拿大永遠都係非賣品嚟㗎。呢個唔單單係一句外交嘅辭令，更加係對任何有諗住試圖侵略他國主權行為嘅一個嚴正嘅警告嚟㗎。而家呢個加拿大人對於特朗普嘅觀感係極差㗎。美同埋加嘅關係亦都係從往日佢哋嘅兄弟情變成咗而家嘅一個劍拔弩張㗎。好啦，未來加拿大或者可能只能夠硬剛死頂住美國俾嘅壓力，等待美國嘅政壇嘅變化咯。喺一句説話下，加拿大喺外邊喺外界嘅眼裏邊美國係佢最親密嘅伙伴，但係喺呢個特朗普嘅眼裏邊就變成咗呢個係可以隨傳隨到，可以隨時收割嘅韭菜嚟㗎。更加諷刺嘅係咩呢？就係當美國嘅政客望住喺個地圖上面開拓疆土嘅時候佢哋自家嘅後院早已經係烽火就連天㗎啦。呢種對外又要逞強，對內嘅話就要即係潰爛晒一個咁樣嘅困境
簡直咧好似咧荷里活咧裏邊一啲大片咁樣，喺現實之中一種啊荒唐嘅上演㗎。好啦，嗱，文章就分享到呢度啊。咁啊，高比哥一開波已經講咗，就話大家唔好睇小啊特朗普呢個嘅決心，佢係真係有心要咁樣做。而家通過咧就唔使用咧武力啊，睇下可唔可以咧用其他經濟嘅手段啊、財政嘅手段咧，就將加拿大咧借翻嚟。咁啊呢件事我哋睇嚟咧，機會就唔大啦。咁但係咧呢啲事往往咧都係喺我哋認為佢機會唔大嘅時候咧發生㗎嚇。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留意。咁啊加拿大嘅網友，你哋咧可以咧 send email 嚟俾高比哥咧反映翻咧你哋而家加拿大個現況係點？大家咧對於咧成日咧俾阿特朗普咧食豆腐啊，話要合併咧過去美國嘅時候咧，你哋又點睇呢？定係咧媒體其實咧有陣時咧偏聽偏講，實際上咧好多加拿大人都話好啊好啊，咁我哋仲可以咧減少我哋嘅國防支出添。好啊好啊，如果我哋同美國同一個國家，我哋唔使俾關稅添。好啊好啊。其實我都不知恨做美國人幾耐㗎啦，一路咧就做係加拿大人，諗下都唔需要搞過去啊。但係如果合併埋，咁啊唔同啦，我自然嘅身份咧就突然間升格咗做咧呢個美國人，咁啊喺加拿大人眼中咧，咁啊未嘗係一件咧差嘅事喎，會唔會係咁呢？留翻你哋答我啦。我自豪因我多角度思考，晏啲再見。拜拜。